靈魂拷問直面痛苦，唔係想針對處男處女，但一個人超過20歲、25甚至30仲係處，你唔覺得或多或少係有問題咩？我講緊係性格、膽量、社交經驗等等，處男處女都一樣有問題。今條片我要徹底分析男人唔應該執着處女嘅原因，點解咁多男人中意處女？同處女做係咪真係比較爽？特別係最後一個問題，各位鹹濕仔一定要留心睇到最後啦！我會分享我嘅個人經驗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，3個月內出鋪拍拖嘅秘密，記得訂閱俾 like，立即開始。呢度先唔針對處男，講翻處女。首先最盡超過22歲仲係處，我覺得呢條女或多或少都係有問題嘅。有問題唔係話佢智商或者精神上，而係心理上佢有啲嘢過意唔去，唔想被破處。俗氣啲講，無論係冇人要佢定係佢堅持唔要人哋，我都覺得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啦，慳翻啖氣。而22歲以下嘅處女，特別係18歲左右，一定有非常多連登人士已經流晒口水。但係好老實講嘅，我觀眾層大多都係25至44歲，我唔係好覺得有太多人會無啦啦揾到一個18歲處女，特別係如果你30歲以上。我唔係話冇可能，但你成日及住處女呢樣嘢已經顯得你有啲猥瑣啊！所以我都好想重點分析下，咁多男人中意處女呢樣嘢，其實成件事就好似一個細路要獨佔佢老母一樣，並且佢要確保老豆唔可以佔有老母，老母係我嘅，老豆要死開。所有其他男人都唔可以靠近老母，已經係非常明顯嘅戀母情結。難聽講，你潛意識根本就喺度亂倫。我之前嘅片係唔會講到咁直接嘅，因為我覺得好多其他人嘅情況都冇咁貼合戀母情結，但執着於處女嘅人幾乎已經係最貼近呢種情況。可能聽到你會覺得非常非常反感，但話唔定係講中咗你內心最禁忌嘅一部分，所以你先要極力否認，承認咗你就會覺得好羞愧啦。你有一個好巨大嘅攻擊性，首先一定係我或多或少講中咗你，否則你一定會一笑置之，覺得我亂噏24。而你有巨大嘅攻擊性，一係就對外，一係對內。你唔想鬧自己嘅話，就要發泄喺外界，發泄喺我身上。咁中意所謂處女嘅人，明顯係接受唔到同其他男人競爭當中嘅失敗，心入邊有好強嘅勝負欲、妒忌、控制感。如果呢個女人俾其他男友佔有玷污咗，我情願揾第二個女人去滿足我內心獨佔母親嘅願望。如果聽完你覺得合理嘅，之後你開始為自己感到震驚羞愧，你都唔使太擔心。當你察覺到你潛意識嘅諗法，自然就成功捉住咗佢，唔會再俾佢操控你。所以我講翻啲輕鬆嘅話題先。冇經驗嘅男人係咪同處女又比較夾呢？可能熒幕前唔少觀眾都係冇乜經驗或者 A0，係咪揾翻個差唔多嘅女人就比較好？呢個聽落表面上係合理嘅，但我諗除咗10幾歲讀緊書嗰陣，正常好多人都係 A0啊，處男處女嘅時候，兩個 A0互相探索都合理嘅。但如果20幾歲仲係兩個 A0取暖，未必會有同樣嘅效果。我自己覺得兩個人入邊至少有一個係有感情經歷會比較好啲，感情同埋性方面都會比較好。但呢項建議係比較弱嘅，因為最重要都係你哋兩個人互相中意。如果你已經揾到一個同你差唔多嘅女仔，咁當然係件好事。但如果揾唔到嘅人，其實都唔使刻意去揾所謂嘅 A0處女，因為接下嚟我想分享同處女做係咪真係比較爽，相信係大家最想知嘅話題。好多連登仔幻想講體驗會好好，但我唔形容太多，費事無啦啦扯旗。但我可以斬釘截鐵同你講，如果一個人話同處女做比較爽，一係佢戀母情結太重啦，一係佢根本就係處男。但凡做過愛都知，首先喺互相中意嘅情況下，同有經驗嘅人做一定係更加舒服。同冇經驗嘅處女實在太多嘢要就佢啊，佢成個人驚青緊張咁樣，同翻一個有性經驗嘅女朋友做一定會好好多。唔信係因為冇性經驗或者你自己技巧太差，所以以後聽到有人話咩覺得同處女做先係最爽嘅，證明一係佢戀母，一係佢係青頭仔。如果你唔想一直處於長年單身冇女、孤獨打丁嘅日子，我話過要分享溝女秘笈俾你。我由 A0168公屋對住女人腳震，到後嚟不斷溝女，成功進入幾十段關係嘅秘密，陳同佳流馬車 Candy 溝到女嘅秘密，全部喺晒度。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連結，報名溝女培訓營，領取溝女秘笈，限時免費，隨時下架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溝唔到女係咪等於廢？Alpha 男一樣溝女失敗嘅原因，你應唔應該放棄溝女？開始解釋。想學習普通人一樣快速溝到女嘅方法，立即 click 右上角睇片。想學溝女記得睇 E&K 男性情感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
我係夜晚8點出片，記得準時收睇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禮朋友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